我叫沈俊軒。10年前我接手咗我阿爸臨走嘅時候留低俾我嘅呢一間租車公司。經歷咗時代嘅變遷，好多嘅舊客戶選擇離開咗呢個城市。科技嘅發展亦都令我哋嘅客戶喺過去幾年有更加多嘅選擇，所以我哋嘅經營模式變得越嚟越艱難。加上早幾年嘅疫情，同埋近年嘅經濟環境唔係咁理想，結果公司面臨咗財政問題，最終迫於無奈只可以結業。公司冇咗啊！我唔想連最後我阿爸唯一留俾我嘅嘢都保唔住，所以得返最後嘅呢一部車由我自己去揸。冇錯，就係咁，我由老闆變成咗司機。我冇怨天怨地啊！男人拎得起放得低，我相信一切都自有安排。我同大家一樣，好多唔同嘅人一樣，都係一個為理想繼續去努力緊嘅人，所以我會積極咁用我雙手去解決眼前嘅困難。搞錯啊！條胎打到咁核突，點似一個老闆啊？雪裝加唔多。OK，先生啊，如果你溫度覺得唔啱嘅話咧，可以自己校嘅喎。快穿嘅支持位背咗穿7點，企翻上，畫大旗短倉，只半日插水。啲冷靜啲，技術性調整啫，嚇到班散戶行唔到啊！sorry， 頭先講咩啊？冇，我話溫度唔啱可以自己校嘅。仲有啊，旁邊有啲礦泉水啊，可以自己攞。師傅你幾專業㗎喎，揸車都着晒老西咁嘅樣，好少可啊。冇咁，我哋以前揸開老闆車啊嘛，慣咗。仲有啊，我哋司機着得企理啲，你望到我哋都坐船啲嘛。喂，係啊，嗰班散戶而家有恐慌性喺度斬緊呢個短倉，係。記住限價單入大旗。見到呢個咁有魄力嘅金融才俊，唔知點解令我覺得喺呢個咁忙碌嘅城市裏面拼搏緊嘅時候，其實我並唔孤獨。